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暗晡，我来朗读嘅两个呢，叫做有肚无肚臍，有木无木面，有翼唔识鼻，无脚走千里。过嚟，加一刀哈，有肚无肚臍，有木无木面，有翼唔识鼻，无脚走千里。也系团一种动物。一种动物，那么个动物呢，都水土方的哈。来看答案，答案哈是形容的呢，有肚无肚脐。那鱼是没有肚子，但是它没有肚脐的，因为它不是哺乳类。好，有目无目迷，那个鱼鱼有眼睛，但是它没有眉毛，没有眉毛。有翼识鼻鱼是有两个有鱼鳍的胸鳍但是像翅膀一样，但是它是不会飞的。无脚走千里，它没有脚，它可以游到海里面江河里面到处都可以游去走千里。也个两个做完都